大家有冇諗過交換機嘅通訊錄係點樣建立出嚟嘅呢？其實呢本通訊錄就叫做 MAC 地址表，亦都叫 CAN 表。裏面每條記錄都有三個重點：MAC 地址、端口號同 VLAN 編號。呢張表主要係靠交換機自己動態學習翻嚟嘅。舉個例。當電腦 A 從端口 FA1/0發送數據晶出去，交換機會即刻記低電腦 A 嘅 MAC 地址對應住花0/1。當電腦 B 回覆嗰陣，交換機又會學到 B 對應花2/0啦。以後 A 同 B 再傾偈，交換機就可以好準確咁轉發數據。不過記錄係有老化時間㗎。預設通常係300秒，如果300秒內都冇收到嗰個 MAC 地址嘅數據，記錄就會被清除。排錯嗰陣，我哋可以用 show MAC address table 呢個指令檢查。如果張表爆滿咗，就會引發泛紅。呢個亦係黑客攻擊嘅原理。